网络不顺，万民会中断。清正廉明，一路福星，春秋，练字春秋，屈原胆纯诚，不无得品，正歌代代，汉也持剑，唐有魏生，今时古乐，今人举世更同，唯我不争论宗义，万朝撼动山河，凛冽中心，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，无不摧。横扫万军，日月昭昭，乾坤朗朗，纤尘不电，烈火纯青，天地灵神，千古常在，星斗惟尔，万世长存。其有孔圣，周游列国，推道训术，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字诀，守乎一诚。孟子性善，事端之发，心别毅力，一生大功。其为器也，配义与道，自大至刚，自妙至灵。书武困胡，历9载，汉节手握，心在朝廷。威胁利诱，不入使命。饮血吞占，不灭中心。诸葛孔明，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子求全宗。忠臣必守，宁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良家将士，一门忠烈。精兵猛将，条条忠魂。乐舞木，精忠报国。12金牌，何惧生死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。自节参天，满江红光。莫三节，古战河破碎，人烟苟存。成人取义，气血正气。歌咏千载，天祥人平。张巡包拯，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谁明？因何同？至因不会不允众大开大宴，请尊上忠义双成，义爱正言，先真朴人养。网络不顺了哈，第3次弹出去了呢。